我叫我自问松下喊眼睛爷娘之意将我和七口说明。娘人出主意的我做媒人是心想将眼睛还有点毛病。我说喊娘舅啊，中华上沙漠不明，夫妻两个的谁是一张眼睛还不要紧。等到神清的一年，来个人都乖乖乖，一个口气就说蛮好蛮好，一个口气就说咯了咯了写出去，是天上一对好夫妻呀！上就说老头特地记，蟑螂配着记。我开头不晓得啥事体，不晓得那么明白在牛来高嘴部，一张眼睛还是黑，一张眼睛三个眼了蓝眼皮，一年都要烫眼里。经过高山这一张眼睛，夫妻们恩爱。6年下来，牙齿不高低，不过不养少，最近生意一塌糊涂，孩子啊，奶奶还带得去高山哦，里边不叭叭。两钢铁在，不生意不回来，这捆绑。力气那么明上一挪，实际上就是作对。那非要看看这跟作对要紧。孩子不作对，寸步难行；儿子作对时，非要说我理想，随着该到手就有苗过啊，都叮叮的。我过来到天津里向莫大的门关一关，国度手有手帕，回过来要想进客堂给刚巧的留意地下，听见呱。一爸爸不要来，当时爸爸嘚一飞来呀，飞来呀，还是瞧空浪里滚过来，猛震了孩子牙高的人拽，哦哟！默默上女的一门血腥气，哎呀，不好，头都开着玩，哎呀，觉得了，自家口不清爽，叫高支部出来看看吧。高支部出来啊！来走！这声音好听得来。若哈这个高先娘高兴7入门7日，今年39岁，一张面孔蛮难看的，而且是一张眼睛，良心来得个哈，夫妻蛮恩爱的呀。听见男人喊么，眼睛睛带毛头。啊个，高主啊，做啥？不好在石岗上石岗多。你看对岸都开了家啊！我来看哦。哎呀，开的！我晓得开了，血腥气味。哎呦，分开！哦，分开了，开的哇！开几花东西啊？哎呦，分开！到底按开了分开？这一两开嘛，一两分开。3个分手，哪一两开了，一两分开？哎呀，二哥！你说你开门不3个上火，说你分开门学自家了逃来吧！但是来说，你等我考考你，我来等你考脱你。高主话不晓得啥个么子，你等我看看呀。老大地狼哦，我们来看啊。6七日过来，带地狼一看嘛，哎呀，二哥啊，一面金子，金子啊！哎，是人口老的那些金子的。但是这个死人口老的还是一张眼睛哟，那么那些娘一张眼口一张眼嘛，还是给你金子了。哦哟，那个起来嘛，孩子问我冷了哦，哎，但甚至也是样的。哎呦，我啥么子不对我那买不能说什么讲，只吃一张眼睛，仔仔细细一看，哎呀，啥事体啊？犯罪，一个头。没好玩，我晓得人有不错，隔壁乡里晓得我不小才多个支队来了。要啥个支队讲？一个死人可不老的，啥没的，可不老的呀，可不老的呀。那个有瓜，我等你啥个内功多个头来还都不好在。哪啦？该装的明恶啊，是呀。弄到俺们里向这个都头装过后头过我的那样吃苦的，只有根本的还弄发你。是的，东也是不是少也是，想办法弄个头弄开子吧。没好吧？你想呀？动脑筋呀！你想呀？
啥人能得欣然多，其中一定已来的哪个娘夸的吃屁的是啥？马上奔到山前头，哪个是人空浪头，干不地方翁不头，三等你门这一切过头。你说得出也好个嘞，倘若此日龙出版，国事当当俺们是。这个是头长过得里唔受的，今朝我要哭得滴流流，看来我瞎子那让出眉头。哪个只有我是个落地的，古人里想也深邃，绑着那个阿根头的四根头，五多两高头嘛，顶对半铁头，鸡蛋还胖上头，米苏西不能背得十八里，非不理不得那个苦老头嘛，扑特我砸在屋头，他头呢脚回脚来头归头，我这还披麻戴好扎把头，带你混灯的啦，来吃巨魔的，不理说的毛淋淋呀。这个是一配，不晓得啥人，不晓得手里办公的一个还是分帮的。飞机过里安帮队来分帮队，么刚刚中国办公的，不过你的班上我个活人口浪的，我的班上里个新人啊多的。嘿，老汉子开头嘛，接到一说来不接着，告诉我，哪叫非好，啥个非好叫？我再想想唔少好。哪了？等下不出版翻译出版还破的啥？哪叫？还只呀一万当我凶水个。同当俺们的叮咚门亲上神话我，判定吃几年故事。哦哟，说得出给。告诉我哈。吃故事的很少，那唔少。我你说那种不过唔少吃的你吃故事吧？还笑死的了。老孩子呼吸人开心的朋友，想自己想唔少东街对嘛？告诉我，做啥子？都这一想都不口老的大喊梅，说个喊梅还叫？哎呀，你想呀？我的那夫妻生平之6年冬年，一日朗朗清清两高的嘛，送分养狗小毛的，那倒不要紧在，今朝中手鼻子3高头。哦哟，那边还354事，我350。点对不对出火的弄得个死人空浪的我的呢哈大把的是说口让我白发现我空心思只喊你的玉在告诉我，你夸的，起诺一扎的不来，做啥？你等我拿个空浪头忙正来了一方头么后一盖么是人头，等你等到半夜3高头，哈么摸到舞台头，哪个啊？不是遇难的，还不是杀害之的，而是见我去打死人空浪头。你3个来了巨魔大手的，你非要么东郭守了个门里，
我的那夫妻两高头，等到半夜三更头，拿个裤浪头，忙着我里一刀头，让你听到手机上马头哈得里用心不忙头，到明朝我忘是忘噻。地道里想得那当天一条铺面头，我狗大说王庙里三桥手头，再吃一吃葡糖吃龙更要满头。我家若只闻松下喊眼睛爷娘之意将我和七口寿命娘人出之意得我做美人是心想将眼睛还有点毛病我说喊娘舅啊走马上沙漠不明夫妻两高头谁是一张眼睛还不要紧等到神清的一年来个人都乖乖乖乖一个口气就说没好没好一个口气介绍跟了写出去是天上一对好夫妻呀上介绍老头特地记蟑螂配着记我开头不晓得啥事体不要你那么明白在牛来高支部一张眼睛还是黑一张眼睛三个眼了蓝眼皮一年都要烫眼里经过高山这一地下听见呱一爸爸的来当时爸爸嘚一飞来呢飞来呀还是瞧空浪里滚过来猛震了还是拿过的人在默默上女的一门学生气哎呀不好头都开着玩哎呀觉得了自家口腹清爽叫高支部出来看看吧高支部出来啊来走这声音好听得来若哈这个高三娘高星期落门七日今年39岁一张面孔蛮难看的而且是一张眼睛良心来得个哈夫妻蛮恩爱的呀听见男人喊嘛眼睛睛带好的一张眼睛夫妻蛮恩爱6年下来牙齿不高低不过不养少最近生意一塌糊涂孩子啊奶奶还对得起高兴里比不吧两钢铁在不生意不回来再困吧力气那么明上一挪实际上就是作对那非看看这跟作对要紧还是不作对寸步来迎一次作对时非是我理想谁是该到手就有苗过啊都听明白的我过来到天津里向莫大的门关一关国度手一手帕回过来要想进卡堂给刚巧的留意啊个搞住啊做啥不好在世界上世界多你看对岸都开了家啊我来看啊哎呀开的我晓得开我学生气我哎呦分开分开了开的哇开几花东西啊哎呦分开到底按开了分开这一样开嘛一样分开三个分手哪一样开了一样分开哎呀阿刘家你说你开门不三个上火说你分开嘛学自高了逃来嘛但是来说你等我考考你我来等你考脱你搞句话不晓得啥个么子你等我看看呀老大地浪我不来看啊6七日过来在地浪一看嘛哎呀刘家一面金子啊哎四人口浪的那个金子的但是这个四人口浪的还是一张眼睛哟那么那些娘一张眼口一张眼嘛还是一面金子了哦哟那个起来嘛孩子问我冷了哎但甚至也想的哎呦我啥么子不对我那买不弄说什么讲一吃一张眼睛仔仔细细一看哎呀呀啥事体啊犯罪一个头你好啊我晓得人缘不错隔壁乡里晓得我不写才多个支队来了要啥个支队讲一个4人口不浪的没的口不浪的呀隔壁乡里晓得我不写才多个支队来了要啥个支队讲一个4人口不浪的没的
队呀，苦劳队呀！呵，那个有瓜，我等你耍个内功，多个队来还都不好在。那啦，该仗人民恶啊！是呀，弄得俺们的香港的头装过后头过，我等你也吃苦的个。是呀，根本还弄发你。是的，多也是，不是少也是，想办法弄个队，弄开之吧。没好吧？你想呀？动脑筋呀！你想呀？隔壁你的声音大点困着，但是派了一个口浪的娘里，等是还看我个文领队，啥人能得心上多？别看看这根作队要紧，还是你不作队寸步难行，一次作队时，非是我理想，谁是该到手就有苗过啊，都作队领导着。我过来到天津里向莫大的门关一关，国度手一手帕，回过来要想进客堂给刚巧的留意地下，听见呱一叭叭的来，当时叭叭，嘚一飞来呢。飞来呀，还是瞧空浪里滚过来，猛震落还是外国的人在。哦呦！默默上女里一门血腥气，哎呀，不好，队都开着玩。哎呀，觉得了，自家口不清爽，叫高支部出来看看吧。高支部出来啊！来走！这声音好听得来。若哈这个高三娘高星期入门7日，今年39岁，一张面孔蛮难看看，而且是一张眼睛，良心来得个哈，夫妻蛮恩爱个呀。听见男人喊么，眼睛睛带矛盾。啊个那个，高主啊，做啥？不好在石岗上石岗多，你看对岸都开了家啊！我来看啊，哎呀，开的。我晓得开我血腥气味。哎呦，分开哦，分开了，开的哇，开几花东西啊？哎呦，分开，到底按开了分开？这一样开嘛，一样分开。三个分手，哪一样开了一样分开？哎呀，二哥，你说你开门不三个上火，说你分开嘛，说自家了逃来吧。但是来说。你等我看看呀！我来等你考脱你。高主话不晓得啥个么子，你等我看看呀！老大地狼哦，我们来看啊！6-7日过来，带地狼一看嘛，哎呀，二哥啊，一面金子，金子啊！哎，是人口浪的那些金子的，但是这个死人口浪的还是一张眼睛哟。那么那些娘一张眼口，一张眼嘛，还是一面金子了。哦哟，那个起来嘛，孩子问我来了啊！哎，但身体也是样的。哎呦，没啥么子不对我那买不拢说什么讲？一吃一张眼睛，仔仔细细一看，哎呀，呀，啥事体啊？犯罪，一个对。没好玩，我晓得人有不错，其中一定已来的。哪个娘夸的吃皮的做啥？马上奔到山前头，哪个死人空浪头，干不地方，翁不头，杀得你门前一切过头。你说得出也好个来，倘若此日龙出版，国事当当俺们去。这个是头长过得里唔受的，紧张我要哭得滴流流，看来我瞎子那让错眉的。哪个
里想要伸手绑着那个阿根头的四根头，多两高头嘛，顶对绑铁头，鸡蛋的哈胖石头，米苏西不能背得十八路，非不理不他那个苦老头嘛，扑他个在外头，他说呢。我家若只闻松下喊爱敬爷娘，之意将我和七口寿命。娘人出主意得我做媒人，是心想将眼睛还有一点毛病。我说喊娘舅啊，中华上沙漠不明，夫妻两高头谁是一张眼睛还不要紧。等到神清的一年，来个人都结结乖乖，一个口气就说蛮好蛮好，一个口气就说咯了咯了笑出去，是天上一对好夫妻呀！上节说老头特地记蟑螂配着句。我开头不晓得啥子体，半夜里那么明白在牛来高嘴巴，一张眼睛还是黑，一张眼睛三个眼了蓝眼皮，一日都要烫眼里。经过高山这一张眼睛，夫妻们恩爱。6年下来，牙齿不高低，不过不养上，最近生意一塌糊涂，孩子啊，你哪还对得起高山哦？里边不啪啪，两钢铁在，不生意不回来，这捆绑。力气那么明上一挪，实际上就是作对。